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的斗六公所举办市长杯青少棒的邀请赛，邀请到18个县市60几个棒球队来参加比赛。除了增加棒球交流的机会，嘛要甲斗六打造做一个运动城市。斗六市公所今年已经是连续3年办市里杯青少棒的比赛。今年参加的队伍比往年较侪，来自全台总共60队参加，学生人数毛到几千人，因讲是云林棒球的甲子园。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运动的赛事，让所有爱好棒球的所有的青少年都可以跟全国最精英的选手，大家一起比赛较劲可以一起交流这摆比赛斗六市有3支队伍参加，包括镇西国小2队以及镇南国小1队。无论是学生还是校长，拢讲真欢喜有这个比赛机会。希望这次也能达成3连霸。透过比赛，除了让全国爱拍棒球学生有更较侪交流的机会，同时也会当促进在地观光发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